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第11天的共读。今天我们邀请淑清长老带领我们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永活独一的真神，你的国度、权柄、能力都归给你，你的公义、慈爱都要显尽你的威严。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降恩雨赐丰年，因为你施怜悯行拯救。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使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你所赐的话语，使我们能够遵行，使我们能够有力量。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心中掌权作王。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但以理书的后半段就是7到12章，是但以理的4个意象。第7章讲到4个兽的意象，第8章讲到公绵羊、公山羊的意象，第9章是70个7的意象，第10到12章是讲到后面大征战的意象。那在但以理书当中，也看见但以理他在解释这些意象的时代，对照当时的年代。但以理他本身从主前605年第一批被掳当中就掳到巴比伦，后来经过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在同时期的时候有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上帝让他活得更久，以至于他的身体非常的健壮，那到80几岁到波斯帝国的时期，仍然在服侍。在这个后面接下去主前536年，就是塞鲁士下令天下的犹太人可以回耶路撒冷，所以主前536年，所罗巴伯率众第一批大约有5万人回到耶路撒冷，要立圣殿、重建圣殿、立圣殿的根基。但是后来被一群这个犹太人敌人所破坏，所以就停工到主前520年，将近15年的时间才又开始动工。那到主前516年，4年后圣殿完工。那后来接的是大流士、亚哈水鲁王，那亚达薛西王，这些都记载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的当中，所以这几卷书可以连着起来看。那再从以斯拉记特别提到的就是有几个王，塞鲁士王、大利乌、亚哈水鲁、亚达薛西，而但以理书有提到了塞鲁士，还有塞鲁士灭掉巴比伦。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大征战的意象？那也是跟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重建的过程受到了拦阻，也有连带的关系。所以10到12章大征战的意象当中，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的是11章，就是天使所传递的信息。那这段信息当中非常的长，所以我们分2天来读比较容易消化。那在11章当中预言是在希腊帝国呢会分裂之后呢，会有北方王和南方王之间长达200-300年的战争。那北方指的是叙利亚，南方指的是埃及。那这2个国家就都中间就是以色列。那这里是圣殿重建的地方，但是这里被但以理书称为荣美之地，也是圣地。但是以色列就夹在2国的征战当中，池鱼之殃，受许多的苦。而这11章的预言呢，非常的精细和精准。如果是在但以理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做这样的预言呢，那这个预言是非常的详细，相信到好像在看历史一样。好，那我们就来读第11章。好，那么一样我们从11节先，从简书经常让从11章的1节读到4节。1节，他担负帮助我、护卫我的责任，我现在要告诉你的话是真实的。那天使说，还有3个王要统治波斯，以后有第4个王。这第4个王比其他的王更富有，在他最有权势、最富强的时候，他要向希腊国挑战。然后有一个勇猛的王要出现，他将随心所欲的统治庞大的帝国。但是当他的权势到达最高峰的时候，他的帝国就要瓦解，分裂成4部分。他的后代不能继承他的王位，他的王国将由别人统治。
但是不如他统治时那样强盛。好，谢谢。那前面一开始是接着第10章后半段，就是人子对但以理说话，使他平安有力量，使他刚强。好，那讲到天使米迦勒来帮助这位人子来抵挡波斯的魔军、希腊的魔军了。那后来继续对但以理指示的事情呢，就是在讲到非常详尽。但以理也很厉害，能够把这些意象异梦呢记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讲到波斯帝国除了现在的王呢，古列王之后，后面还有3个王，甘比西王、斯米底斯王、大利乌伊氏，那还会有第4个王出现，就是薛西，那也就是以斯帖记当中的亚哈水鲁王。那第4个王比其他王更富有更有权势，也是在以斯帖记当中是几乎是波斯的巅峰，向希腊挑战，但挑战失败，所以有一个勇猛的王，指的就是指马其顿希腊帝国的创始人亚历山大大帝。那他在位是主前336到323年。那我们之前有介绍亚历山大非常的年轻就做王，用11年时间就打遍天下，33岁就病死了。好，所以这个人子在第10章继续向但以理来指示揭露。好，有3个王，第4个波斯还有3个王，还有第4个王，接着还有一个勇猛的王。好，那这个波斯在亚哈水鲁的时期呢达到巅峰，而后来呢希腊的这个亚历山大起来呢，就从反其道而行，把这个波斯帝国、巴比伦帝国的天下都拿下来打下来。好，但是呢，到了第4节，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分裂，向天的4方来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所指的就是指亚历山大，他死之后，他的国没有继承人，因为他继承人通通被杀死。所以亚历山大英年早逝，死后国家立刻分裂，他的2个幼子，他的哥哥都被杀，所以国度就不归他的后裔。经过20多年的继承者的战争，希腊帝国就被4名部下瓜分了。好，马其顿是卡珊德，色雷斯是莱西马库斯。好，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这一大片呢，好是塞琉古，北非呢，埃及呢是托勒密。好，所以有4个王朝。好，那这个北方王就是塞琉古，南方王是托勒密。好，那今天要讲的就是11章，在亚历山大的后面，4个王，特别是北方王和南方王之间的征战。好，所以北方有叫做塞琉古，也有叫做西琉古。好，那南方呢多利买，好也叫做托勒密。好，所以不同的翻译会有不同的字面上不一样，但是是指同一个。好，卡珊德利西马库。好，那这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第8章当中，好，这个豹4个头的豹，好，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好，那也分别是这4个王，特别是在北方王西琉古，好，或是塞琉古呢，好的这个北方王长出了这个小角，好，这个 power 非常的大。好，那因为耶路撒冷就是夹在叙利亚当中，好，所以这段的意象呢，特别是透过但以理，让但以理和上帝的子民能够知道上帝的管教虽然是70个7年，从耶利米书开始到结束，但是这还并没有结束，因为上帝的旨意要继续的延续下去。好，接着在简书签章，咱们来读第5节到第9节。埃及王将强大，可是他将领中有一个比他更强大的要出现，他将统治更大的王国。许多年后，埃及王要跟叙利亚王结盟，把女儿嫁给他，但这联盟不会维持长久，她和她丈夫、孩子以及跟她一起去的仆人都将被杀。不久，她的家族中有一人要做王，并攻击叙利亚王的军队，侵入他们的堡垒，击败他们。他要把他们的神像和神殿里的金器银器都带回埃及。过了几年的太平日子后，叙利亚王将入侵埃及，但至终要被迫撤退。那这个现代中译本帮我们把这个南方王、北方王直接翻成埃及和叙利亚。好，那就是南方王就是埃及，
北方王就是叙利亚，但所指的都是在这个希腊帝国分裂的4个王朝。那在这里提到呢，就是一段非常历史上的真实的记载，就是在南方王埃及呢多利买一世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将军，但这将军他后来怎么成为了叙利亚北方王，就是西流基，也就是塞琉古王朝的第1任居鲁王西流基。所以北方王其实是从这个南方王分裂出来的，南方王又是从希腊帝国分裂出来的，所以指的就是分裂不断分裂的过程。那他这个西流基呢他本来是在巴比伦的总督就是掌管巴比伦叙利亚那一大片我们看起来是西方，但是是北方的地方，但是后来被叙利亚的总督逼迫逃亡到南国埃及得到帮助。那在主前301年呢，他回来打败叙利亚的总督，建立了横跨了巴比伦、波斯、叙利亚的帝国，就是这一片西流古王朝，就是这个这个西流古一世西流古一世。那这个又过了50年主前250年南方王就是埃及多利买2世呢，把女儿叫做贝尼斯嫁给了安提阿哥2世，那就是透过这个姻亲联姻呢，要维持两国两个王朝的关系。那安提阿哥2世为了娶埃及多利买的女儿贝尼斯，就废掉自己的皇后鲁迪斯。那这个鲁迪斯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因为这个老底嘉城启示录讲到这个老底嘉也是用这个皇后的名字来命名。后来鲁迪斯呢，他报仇被废掉报仇，所以他毒死了安提阿哥2世，并且呢把这个南方王的女儿贝尼斯还有他们所生的婴孩呢都杀死。那鲁迪斯呢，他自己的儿子呢就接替登基为西流基2世。那南北两国的战争呢就继续爆发，本来应该是要联姻和好的关系，结果呢因为中间的爱恨情仇变成征战的关系。而贝尼斯就是姐姐被这个鲁迪斯毒死的这个弟弟多利买3世呢，南方王就带兵攻入北朝的首都安提阿城，杀了鲁迪斯，为他姐姐来报仇，并且掳走了北朝4万他连德的银，还有2500件贵重的器皿那又到了主前242到240年，西流基2世再回过头来攻打南朝，来埃及报仇，但是呢无功而返所以这段历史呢，就是从这个这一段的联姻关系，本来是和好关系，变成互相报仇的关系开始。我们继续来看，从10节到16节。叙利亚的王子们将备战，召集庞大的军队，其中的一个王子要像洪水一样冲击敌人的堡垒。埃及王将在盛怒下领军作战，攻打叙利亚王，俘虏他庞大的军队。埃及王将因歼灭敌军获胜而非常骄傲，可是他的胜利不能持久。叙利亚王将回国结集比以前更多更强大的军队，时机一到，他要率领装备良好的强大军队回来。那时将有许多人背叛埃及王，但以利亚，你同胞中有些强暴的人也会背叛，使异象实现，但他们将被击败。叙利亚王要围攻并占领设防的城镇，埃及最精锐的军队也无法抵抗。从叙利亚来的侵略者将横行无忌，没有人能反抗。他将占据那美好之地，完全控制它。那这个故事呢，就变成是南北之间的战争还有报仇好，那南北的战争呢，从5节只延续到20节。所以在这个战争当中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因为联姻的关系，以至于呢互相的杀害。后来呢，这个弟弟起来报仇，儿子起来报仇，孙子起来报仇，那一南一北继续的征战。我们先继续读到第17节，读到20节叙利亚王将计划出动全军远征埃及，
为了要消灭埃及，他想先跟埃及结盟，把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可是他的计划对他没有益处，不会成功。后来他要攻打沿海各国，征服许多国家，但有一个外国将领将击败他，制止他的蛮横，使他的蛮横反而害了自己。他将撤回本土，进自己的堡垒，最后被人击败。这就是他的结局。有一个人要继承他的王位，他将欺压人民，横征暴敛，为要增加王国的财富。但不久他就会被杀，而不是死于战争。以上。好，谢谢。那所以在这个战争当中，西流基二世的儿子西流基三世啊，继续跟这个安提阿哥，好，就是都是北方王，继续发动战争来攻击南朝。好，西流基三世呢就死于战争当中，安提阿哥三世就继位。那南方的多利买四世呢就击退了北方来的叙利亚军队，但没有乘胜追击，好，在那边享受他胜利的光环。然后生活非常的糜烂和腐败，一直到了主前的202年这个北方的安提阿哥三世呢，精力图强，等到南方的多利买五世5岁起来继位，那联合马其顿王一起来攻击南方埃及。当时的犹太人多比亚家族，他们就起来帮助了叙利亚，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被叙利亚北方王所掌管，那去攻打南方的埃及。那埃及犹太人夹在这当中呢，他们希望能够平安度日，或是得到更大的权势。结果他们帮助了安提阿哥三世，最后呢，却是在安提阿哥四世的管理之下。那这安提阿哥四世呢，就是在第7章、第8章但以理的意象当中看到那个说大话的小角，还有那个毁坏圣殿的小角，亵渎圣殿的那个小角，就是安提阿哥四世。不过还不在这个历史这段11章当中啊。安提阿哥三世呢，为什么他能够得到支持？因为他没有苦待犹太人，反而减少税收捐款给圣殿，所以犹太人非常的信任他，甚至完全落入他的权势底下。那后来北国叙利亚想要继续的向欧洲来扩张版图，所以跟南国埃及订立合约。安提阿哥三世呢，就第2次的联姻，所以前面就有一次失败，然后打了将近100年了。好，接着现在又有第2次的联姻。好，安提阿哥三世把女儿克利佩蒂拉嫁给南朝的多利买五世，就是5岁就起来当王的那一位。但克利佩蒂拉跟多利买五世感情很好，反而没有为他的母国叙利亚设想，还鼓励埃及，就是她的丈夫多利买五世向罗马求助，一起来对抗北国。所以让安提阿哥三世想要透过联姻来歼灭或是并吞埃及的计划，南方王失败。那安提阿哥三世呢，他就出去打了欧洲，甚至占领到了希腊爱琴海的一些海岛。那在主前的190年左右，罗马将军呢薛比奥，这也是罗马帝国开始兴起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取代，还有100多年。好，那罗马呢，他就打败了北方的安提阿哥三世，让安提阿哥三世呢赔偿大量的金钱，有15000他连德，割烂了小亚细亚给罗马，所以呢变成北方的这个版图就开始缩小。那这个安提阿哥三世呢，他打算呢到他的东边以兰的神庙去夺取财物，来筹措给罗马的赔款了。就是要去抢劫以兰的神庙的路上呢，就被暗杀。那安提阿哥三世的儿子西流基四世继位，那他的儿子为了也继续筹措赔款呢，加重全国的税负，后来被暗杀而死了。所以这一段的历史记载呢，就是我们如果只有看圣经的原文，或是当时的但以理，他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这么复杂的事情。但是这个透过因为这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并且能够知道这个预言其实在讲的就是这一段恩恩怨怨的事情。所以北方王叙利亚，南方王埃及，
从希流谷一世和多利买一世，好，他们彼此的征战，好，这样延续下来。中间呢，好，有一段联姻关系，就是多利买二世娶了这个安提阿古二世的女儿百尼基，好，但是呢，后来呢，互相的杀害，因为老底嘉，好，这个皇后呢，好，又起来杀了百尼基，好，所以变成南方又继续报仇。报仇呢，一直到了这个希流谷三世和多利买五世呢，好，他们又有联姻的关系，好，但是在这联姻的关系当中呢，好，又种下了祸因啊。那接下来就是罗马的介入啊，好，所以这是第11章的上半段，好，非常复杂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有兴趣，可以去研究这些的历史，或是去研究这些的人物啊。好，那也可以从这些考古出来钱币呢，看到每一个王，好，这个是指的希腊帝国时期，好，这个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征战。那今天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北方王和南方王之间的征战呢，其实并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好，都是为了个人的私欲，特别是王的私欲啊。而这个私欲呢，好，就这个一个仇报着一个报，连冤冤相报，好，结果是赔上千万人的性命啊。而耶路撒冷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就夹在这个南北之间的战争，所以上帝也让但以理好，不仅是好要重建圣殿前好看到的异象，好，在重建圣殿当中，昨天第10章但以理看到异象，然后有人子有主耶稣好来扶持他，帮助他，并且向他启示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好，包括为什么这个圣殿好新建受到了拦阻，好，但是呢，是因为在天上有属灵的征战，而主耶稣他也有天使好，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他，好，但是呢，波斯帝国的魔军、希腊的魔军，好，以及呢，到了第11章。在这个希腊帝国当中，这个分裂的王朝里面呢，也不断的征战，所以天上的征战好，跟地上的征战呢是息息相关。好，那所以在征战当中，好，能够让征战停止的，好，就是借着祷告，好，借着寻求神的旨意，好，让灵界当中好能够有天使的帮助，好，有上帝使者的帮助，有人子来掌权了。那在这当中，我们也看到第4节所说的，他正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瓦解，向天的4方裂开，却不归他的后裔。这指的是指亚历山大。那他分裂的王国也不如他当年统治的权威，他的国必被拔出，归给他后裔之外的人。那这是圣经当中好唯一提到记载关于亚历山大的事情，好，那也是预言，而且呢是精准的预言啊，好像天的4方就是4边啊，就是像四阵风一样的吹散了，好，那也就是精准的命中，这个希腊帝国分为4个王朝，而4个王朝当中呢，以色列耶路撒冷犹太人就被夹杂在这当中，好，那受到战争的搅扰，所以这也是在70个7好的意象当中预言当中，好，那上帝所定的70个7好的第62个7的部分呢，那62个7呢，会有这个受膏，一直到耶稣基督受膏者被剪除啊。那耶路撒冷呢是在连接带好，这是第9章啊，连接带好必在艰难中恢复和重建，好，所以到第10章我们就知道到底有多艰难。好，那刚立的圣殿好的根基就被陷害被停工，好，我们可以看以斯拉记的第1章到第4章，而在这艰难当中停工了15、16年之后，才又在亚哈水鲁的命令之下重建，又过了4年才完工。那也不是说完工就没有事情，到后面的尼希米记又要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城墙，看起来是52天，但是呢也代表耶路撒冷受到很多的搅扰，而且在重建城墙当中，更写实的可以看到耶路撒冷也受到很多的迫害。所以如果把但以理的这个预言跟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因为国家就是动荡不安，那以色列耶路撒冷就被夹杂在这当中啊。
好，所以即便亚历山大得了全天下，但是也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上帝并没有要兴起亚历山大如同大卫一样，虽然亚历山大跟大卫当王的年纪都一样，跟耶稣也一样，但是呢那么年轻，有那么大的成就，但是因为亚历山大他没有像大卫这样子的信心和信仰，以至于他是昙花一现，但是大卫呢却成为一颗大卫之心，存到永远。那还有今天的16节，讲到呢，前来攻击南方王的必任意而行，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这讲到北方叙利亚非常鼎盛的时期，他要站在那佳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所以安提阿三世他怎么样收买到这个犹太人在佳美之地，他用手施行毁灭，看起来没有毁灭，但是呢，他却是让犹太人甘心顺服，听从在安提阿是北方叙利亚王的权势底下，以至于当他的儿子安提阿四世，也是我们明天要继续看到的这一段，就让他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已经都乖乖的听他的话，就中了计，就陷入在他的网罗当中，但是呢，没有人知道，只有在这个神知道，所以我们从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发现真的政治上属灵征战，政治上面的征战跟其实是人的背后的私欲的征战，也是在灵界在天上的属灵的征战。唯有智慧人能够明白看见在这背后当中所发生的，也能够用祷告来知道怎么样在这夹缝当中求生存，并且能够把上帝的旨意带下来，能够继续在这地上使上帝的国临到，能够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感谢淑清长老，我们也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当中会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但是圣主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并且也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脱离各样的邪情私欲，不受到今生各样私欲败坏的搅扰，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各样的征战的背后其实都有那恶者的权势，有那执政掌权的管辖空中幽暗势力，还有那灵界的恶魔的搅扰让我们能够明白的看见，也能够戴上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真理的带子和穿平安的鞋、福音鞋，并且让我们拿信德的藤牌和圣灵的宝剑，能够常常装备自己，不受到今生是地上的战争。我们也为着在今日的世代当中昨天以色列和黎巴嫩也在美国和法国的调停底下愿意停止战争虽然我们知道这或许只是暂时的，但是相信也是许多的人线上祷告为上帝你所成就的事情，愿上帝你继续的掌权，同时不论是在我们个人或是我们生活我们环境当中与人的争吵或是不和睦的事情，主要也让我们用祷告用智慧来成为那和平之子，因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在主的面前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耶和华作王，地的四季都看见。
皇帝的司机。